啊，你这个心，你这个心发落起来，你规身躯拢总对发落起来嘛。一静，你一静起来了后，你规身躯就拢一切静。哦，啊你迄个一静无起来，合掉，你规身躯就拢变啊，拢变痛苦嘛。所以咱讲，一静一切静，万境自如如。如如这个心，即是真实，真实。这个如如的心无去，无去。所以咱讲，咱今日要找到咱家己的实心，迄个实毋是有一个物件咱互看，迄个实，因为有物件内底当中，拢总是幻想的物件，所以毋哪讲，好讲，伊讲凡所有相，拢总是一个幻化的物件，拢总是无实的物件。因咱讲，华严经讲，咱今日我大人伫幻想的当中，你会当离幻；伫幻想、伫幻境的当中，你会当离幻。离幻，你会当见到你如来实体物件。但是咱拢无环境，拢无环境甲咱甲伊接触着。所以咱常咧讲一句，行时夜月，周行安宁。咱魂咧走。咱就感觉，月圆海天走较紧，其实迄个幻化，一个幻化之境，一个幻化之相。咱看到一只船，伫迄个江中咧飞驰，咱徛伫船顶内底当中，咱看到两面的花拢总点亮起。基本上来讲，迄叫做幻化。咱众生看到一切的物件，成住坏空的物件，看到生老病死的物件，咱看到。什物件？生住异空的这个物件，咱众生的烦恼、的执着、的无奈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有经历来说，生老病死，你若真正明白，你若真正了解，哪有生老病死？生老病死，这是人生一个过程，而过程大法师的内底当中，因为伊叫做造化。离开世界，伊叫做造化，一切的等样，伊没有死与不死。那来讲，凡夫是有生死，而圣人是叫做涅槃。生死涅槃伊本平等的物件，一组的物件哪有来生死？毋过咱今日离生住坏空，咱离生老病死，咱的烦恼袂，咱的烦恼，上海烦恼遐低。88、9月。即马到40外岁，50外岁，过去一米仔花，即马来一条仔土花，暗知安怎来扭过，甚至有皮扭到无皮，伊烦恼，伊逐日咧烦恼即身尔，伊无咧烦恼，伊无咧烦恼伊迄个清净，伊无咧烦恼伊个清净心的污染，伊烦恼外表即个假心尔，有可能无？但是咱来知影，即个假心，互你落外包扭皮，扭到尾嘛是超级皮，为哪？你甲看，咱袂讲是为遐做大个遐乌仔衫，你入去房仔顶看，逐看有咱足水的顶顶吼。你若落来迄边拢洗洗啊无紧，你问我一下问题，我爱困爱困的时阵，你甲看下，差遮济，本来就差遮济，因为即个物件拢是转来嘛，即个肉体拢是幻化来的物件嘛，伊就是会变化的物件，即个自信嘛。但是咱想讲一句话，咱有一个足水的模拟宝珠，咱有一个足可爱的模拟宝珠，咱有一个不深不减不低不变的模拟宝珠。即个咱毋去甲用这个功夫，咱偏偏要甲用这个幻化这个功夫，幻化心，而这个幻化心，而且变化这个物件，你知这个物件，你计较这个物件，如如无，无如如谁都无如如，因为你有计较心老如如。你有执着心老如如，才有如如，你无如如嘛？因为你伫思想上，伫咧烦恼。所以咱今日当中修办道，咱就爱看透一切，看透毋是看破，看破是消极，看透是识透，识透人间一切幻化相。
咱知影这个是一个法上，我要跳出着这个犯法的对法，要进入迄个实法，那叫做哪？迄个叫做真实，迄个叫做真实。所以咱如如之心即是真实。我要进入迄个绝对的如如之心，我要看到我家己迄条路无处，外口凡所有相，拢总是本色，拢无重要。包括你的名，包括你的地位，包括你的水摆，包括你的钱钱少，包括你一切的物件，拢总是假，安怎假？犯法。无中生看有这法，太可爱，是毋是安尼？太可爱。所以咱常讲，写作啥艰苦积极，一艰苦积极，拢是家己生来好，所以咱会当了解到如如之心。会当了解到咱如来实体，会当了解到咱如来的清净体当中，那安尼当中，若如是假，即是无上菩提之本性也。菩提，菩提，对不对？菩提叫做哪？咱做清楚。如是菩提之本性也，菩提叫做觉，咱们常菩提叫做觉。觉叫做混嘛，这叫做混嘛。好，觉，觉犹如火了，分为数人开始分别。菩提叫做觉，菩提。离佛教上，菩提叫做觉，有一个叫萨埵菩萨。觉有情，你若菩提，你若就是一个正觉，你若就是一个正觉，咱知影是个阿罗汉。你若叫做萨埵有情，觉有情，这个叫做菩萨。哦，这叫做菩萨，这叫做菩萨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你今日去自觉力量无够，功德无够，嘛你能量无够。因为你无度化众生，无觉有情，你无觉有情，你的力量无够，你度化众生无够。所以，我紧你网络，因为咱拢啥，听到莫王亮先生这个故事，这个理论这个故事。但莫王亮先生伊我去办法，当时咱了解讲，因为莫王亮先生，伊一直去敲八十箍，一日敲八十箍。伊讲吼，刚敲啊，敲这个吼敲啊，人拍着要叫警察来抓，人甲赶去，人甲吼，人甲当作笑。迄个网络咧，网络一般莫王亮先生入口在看伊，他就给。他敲出20几家的佛堂，伊讲伊弄出20几间佛堂，伊弄出18万套票，18万套吼，18万，莫王亮先生。我有个看着真好，讲你行到一个所在，咱拍到伊来，咱看啥？因为伊很委屈，他坚持的走下去，与菩萨的显灵，菩萨的显灵皆有情，为化众生。这个叫有情众生啊，度化有情众生。你这个菩萨，你这个觉，你这个哪功德哪会大？你这自信哪会功德？如果你今日你觉，你今日有情无做咧，你今日要做菩萨一点无可能。你惊做是正觉，所以讲安尼做什么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正觉就是阿罗汉。正等，因为你要有情，你含众生来平等，叫做菩萨。有正觉，有正等叫做菩萨，正觉正等圆满叫做佛，正觉正等无圆满叫做菩萨。正觉正等圆满叫做佛，叫做圆满无法，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
但是因为咱今日爱知影，咱今日白人白主行到这个时阵，度法种是无好度，我种真正无好度，真正无好度，是安怎咱今日爱坚持咧做一件工作，坚持做一件工作，因为咱知影，因为咱正是咧行着菩萨的路线，咱毋是咧行阿罗汉的路线，咱毋是咧行天人的路线，咱毋是咧行这个路线。天人的路线，行修法过就好啦。行阿罗汉的路线，你行自觉的路线，你自修好啦。行菩萨的路线，你行佛的路线，你今日讲友情，你这个路线绝对无行袂使。但是你伫自觉觉他，自觉觉他这个工课，毋是遐简单，你爱行啊如意。你有怨言无？你有怨叹无？你有不满无？你有什么放弃无？你有厌烦无？你有如无？所以，师尊来讲一句话：无论心多慌，路多长，修多苦，办多难，过只是心的宽度与心的深度。只要你跨出属命的脚步，前面就会有出路。师尊来讲这个，无好做啦。阿像，教出你大家有好做无？目镜伫咧实习工，来遐头毛仔鱼下，对不对？鱼下，搁有安怎？迎合众生，迎合众生的需要。有当时你众生需要什么，你要扮演什么活动，毋是咱来嘻嘻哈哈。因为你无扮这个角色，你没有办法度化到他。离乡背景去开发。他的前辈家，他们这么一路走过来的牺牲与奉献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赞赏。拍起花的不？再继续走下去，所以我才能够爱行啊如如之心。那安尼当中，你迄个实践如如的本体是走出来。这种实践，迄个叫做无上菩提心分享。那你已经修到成功，叫做内外圆满，内外圆满，内外圆满。你听起你听起一两日思维，建造一期将来无憾。你继续入得门，富丽无憾。讲一个不用练。那安尼我用这个心要做小心是菩提心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刻日手，无数了一咱。这是我上用上个头壳去写首诗。你怎么叫我去写哪错？我嘛要写哪错？我嘛袂晓吼。迄个当中，若师甲我讲，若甲我讲着我好，你已经达到见性，我就出来这个书较体面。若未见性，我枉费我而且带这群人1300几个到遮，枉费我而且修炼学道。真正呢，儿时心还很重所以咧当中，我做直接来讲，你请去一两日数，你得票你2日，互你考虑，互你想看卖啦。但是咱知影，数量就不对，这种物件毋是用数量出来。我下10炮题互你看。好，10炮题互你。练技经，你讲你对一头，你上喜欢对一头，你能做看卖？你去一头，那迄个真正低数来讲，你一炮题毋是上解好。你等于选一炮，入一炮你上解好诶。我请问你要啉做一头，乌白沙啦，迄时阵乌白沙啦，因为叫做毋捌人去头前头，你无人变得啉有，但是咱低数，如如是者，了了当，人拍来了，听者人知影，放袂当知影，迄毋得讲哪个。所以咱所谓讲文章风水地来呢，新办的嘛无几个。人生变现毋是大了白啦，所以这点爱了解。所以呢，讲建筑一期，将来无憾。你继续入入门，就是讲你会当人生变现，会当了解到
无上菩提的迄个主席，我就互你护你依法，我就把我这所有片法跟